大家仲記唔記得第38屆百花獎頒獎禮嗰一幕？當司儀宣布最佳女主角係衛詩雅嘅時候，台下忽然靜晒，氣氛有啲愕然。好多內地觀眾對呢個名好陌生，唔知叫唔出佢全名。嗰陣佢啱啱拆完嘴唇嘅手術線，臉上仲留低50幾針嘅疤痕。佢帶住未完全消退嘅傷痛，企上國內電影最高規格嘅頒獎台，成為百花獎歷史上第一位香港影后。而且佢嘅票數係壓倒性嘅51票，遠遠超過其他候選人嘅總和，係靠硬橋硬馬嘅演技贏翻嚟嘅。不過好掉散嘅畫面同時上演，屬於佢嘅光溪時刻竟然格外冷清。恨噃冇公司團隊圍住，冇宣傳人員，冇造型師跟身。佢行落台之後，全程得自己一個。等到飛返香港，步出機場，接機嘅得佢老公。成個過程唔見英皇有任何職員現身，冇慰問，冇花束，冇傳媒安排，連官方嘅祝賀都欠奉。好似呢位新榜百花影后攞嘅大獎同公司完全冇關。消息傳開之後，網民紛紛覺得心酸。同樣係英皇娛樂旗下女藝人阿莎，阿溜一出道就爆紅，多年嚟影視、綜藝、廣告、晚會資源冇停過。但衛詩雅踏入英皇大門18年，大部分時間都喺片場做佈景板，演嘅係邊密配角同角色小人物。佢長期戲紅人唔紅，觀眾覺得佢面善，但講唔出名。就算捧走百花獎，依然遭遇冇人理睬嘅升價。今日我哋就探討下點解同一間公司藝人命運可以差天共地。明明實力硬淨，點解唔及流量藝人？吃香。英皇睇人送禮嘅捧人哲學，其實揭開咗港圈經理人公司嘅現實面。將時間倒返衛詩雅入行前，佢唔係出身演藝世家，而係喺上水公屋長大，老係地盤工人一家，幾口逼喺西單位生活好普通。中學畢業之後，佢為幫補家計，早早就出嚟打工，做過珠寶店櫃姐，考到重碩穩定證書。如果唔係入娛樂圈，佢好大機會做過安穩嘅珠寶銷售。16歲做過兼職模特兒，到24歲先被英皇發掘簽約。二生我8年，衛詩雅正式成為英皇藝人。初期佢根本冇權規劃自己嘅路線公司，因為同另一個藝人撞名，要佢放棄原本姓氏，只用詩雅呢個名發展。入行連全名都揸唔到手，足以證明佢唔係公司嘅重點栽培對象。英皇最初其實想將佢打造成 Twins 嗰種偶像歌手，但佢試音表現好差，完全唱唔到。強次碰壁，公司隨即放棄偶像路，求其將佢擺去演員條線。冇明確定位，冇優質資源，冇大製作女主角劇本，佢只能拼命接住每一個送到手嘅角色。早年佢拍過好想同你一齊，短暫做過女一，之後演藝事業一路下滑。由主角為配角同客串，港片入面各種不起眼嘅小角色，佢都照接都可以認真去做。喺香港拍戲嗰幾年，試過窮到連搭車零錢都唔夠，成日要問朋友借100蚊先返到屋企。冇公開嘅時候，佢從唔等公司安排，反而主動考咗好多牌照，救生員、導遊、電單車、寵物相關、初級中醫辦數多，到行內人叫佢牌王，永遠為自己留定後路。18年光陰足以俾一個 BB 成長為大人，對女演員而言更加係黃金年華。呢段漫長日子，衛詩雅嘅演技逐年沉澱，越嚟越紮實，塑造過好多活生生嘅小人物。前度入面嘅溫柔雷生，扎職嘅亂世平凡女子，原諒她77次嘅配角，釘色橋入面層次豐富嘅女性。一步接一步，佢嘅演繹需克制，陳長將普通人嘅壓抑情緒收埋喺眼神同微表情入面。雖然演技不斷進步，公司分俾佢嘅資源始終好有限。內地市場起飛之後，好多港星北上揾食，殺阿腰一早登陸內地綜藝電影同衛視晚會，代言多到數唔晒，曝光率同資源一直係一線水平。相反，衛詩雅好少獲公司安排內地項目，工作範圍長期困喺香港，內地觀眾對佢幾乎冇印象，甚至唔知英皇有呢位實力派。佢早已入圍過金像獎女主角，業界公認佢有演技，但公司嘅宣傳名單入面
幾乎見唔到佢嘅影，熱搜通稿聰藝，邀請商戶合作，從來輪唔到佢。好多好角色其實係導演睇中佢實力，主動揾上門，包括幫佢贏到百花影后嘅破地獄，郭文悅都唔係公司爭取翻嚟。再睇翻同公司嘅 Twins， 阿沙阿嬌係英皇傾盡心力打造嘅王牌。千禧年初香港樂壇當旺，英皇睇準少女偶像市場，將佢哋組團歌影雙線出擊，全力催谷，一出道就出碟，橫掃樂壇大獎。電影方面，女主角劇本接踵而嚟，阿沙好早已經同劉德華等巨星合作，阿腰亦擔正大製作偶像劇同廣告代言，冇停過公司落重本宣傳，造勢鋪天，外地演唱會一場接一場 ，Twins 紅遍兩岸三地，成為一代人嘅雜卜回憶。即使後來遇過風波事宜一度受挫，英皇都從未放棄，繼續俾資源。風平浪靜之後，二人依然活躍喺內地綜藝晚會同影視。阿四長駐 S 級真人秀，阿夠不斷有新劇同品牌合作。每當有負面傳聞，公司即刻公關處理，全力保護。佢哋自帶攀大粉絲同話題，商業變現能力極強。對經理人公司嚟講，流量就係收入，資源投落去可以快啲見效。演唱會非唱片銷量、廣告價錢，全部可以迅速變現。呢個就係娛樂公司最赤裸嘅生意經。英皇本質係商業機構，首要係賺錢，之後先係造星。資本自然偏愛有熱度、有變現能力嘅藝人。同一套劇、同一個綜藝位，俾頂流去做品牌，肯課金，市場關注度高，回報又快又穩陣。俾一個冇流量嘅實力派，短期睇唔到實際收益，公司就冇晒動力去力谷。好多人話演藝圈應該以實力為先，演技先係根本。但經理人公司唔係盤獎機構，獎項睇專業，公司睇數目。冇流量、冇話題、冇粉絲盤嘅實力派，資源排序永遠排最尾。維斯雅正處於呢種神價位，空有一身好演技，但冇爆炸性流量。佢從來唔搞騷文，唔刻意炒作，性格低調內向，唔爭鏡頭，製造網絡爆點，淨係專心拍戲。除咗作品之外，好少見佢上娛樂頭條，亦唔參與八卦綜藝。佢嘅光芒全部都係喺大銀幕嘅角色入面先睇到。可惜銀幕上嘅精湛演俏要轉化成網絡熱度，需時太耐。資本唔肯等漫長嘅沉澗，只求快入快出。呢個就係點解資本偏愛流量、冷落嚟服實力派嘅核心原因。其次嘅係維斯雅靠實力贏咗一眾知名女星，奪得百花影后呢份頂級榮譽，變相為英皇添上光環同品牌信用。外界讚英皇培育出影后，公司聲望提升，後續自然有更多影視同商業合作送上門，公司坐享其成。但喺佢企上頒獎台之前嘅18年漫長路，公司幫過嘅手寥寥可數。即使身後冇人撐，傷口仲隱隱作痛，佢仍然禮貌地多謝公司。呢份忍耐同大方，令唔少網民動容，替佢唔抵。攞完獎返香港，冇公司接機，冇盛大慶祝，所有光榮同喜悅，全部由佢一個人慢慢消化。網上有人試圖美化，話香港藝人一向低調，唔中意大龍鳳。但低調係藝人嘅個人選擇，公司有冇心重視根本兩回事。自己藝人拎到內地頂級電影獎項，正常公司一定趁勢造勢，安排傳媒訪問，擴大影響力。呢啲係行內基本做法。但英皇由頭到尾冇聲冇氣，對比 Twins 嘅鋪天蓋地宣傳，差距顯而易見。平心而論，英皇並冇完全說撞維斯雅都有俾過機會，但只係俾配角演出同全力力捧係天倫之別，俾啲邊角位同爭取大女主劇本完全兩碼事。至於重本宣傳打入內地市場建立商業形象，更加從來冇出現過維斯雅。多年嚟只係有戲開，叫做有基本保障，但從未享受過核心藝人嘅資源傾斜同重點栽培。同一間公司藝人分等級係圈內公開嘅秘密。公司按商業價值、粉絲數量、變現能力劃分階梯，頭部藝人攞晒最好嘅資源，頂級劇本、綜藝代言，中層藝人有工就接，維持曝光，唔鹹唔淡。底層嘅就隨緣，能否跑出全靠自己造化。阿廖長居英皇頭部，根基厚，熱度高，
粉絲群帶同穩定收益，令公司持續加碼。衛詩雅就長期喺中下層有演技，但短期回報不明顯，公司唔願冒險投資一個睇唔到爆發力嘅藝人。大家批評公司偏心，其實呢個係行業通病，華語娛樂圈向來如此，無數實力派都面對相同困局，演技一流，但因為冇流量冇話題，長年做綠葉沉潛多年先有機會被看見。相反，好多流量藝人演技幼嫩，但手執頂級資源，大製作主角輪住做宣傳攻勢，排山倒海，影視圈出現荒誕現象。識做戲嘅冇資源，有資源嘅唔識做戲。當然，流量藝人本身冇罪，偶像有佢嘅市場價值。觀眾既要娛樂偶像帶嚟話題，要實力派支撐戲劇質素。問題在於資源分配極度失衡，經紀公司將大部分優質資源倒水，咁倒俾快速變現嘅流量，留俾實力派向上流嘅空間越嚟越窄。實力派要突圍，只能靠一個絕佳角色，用自身實力反哺，而唔係靠公司推波助紲。衛詩雅就係最好人辦，18年綠玉生涯冇人扶持，佢靠一個又一個小角色磨練演技，默默等機會破地獄，俾咗佢一個珍貴契機。佢牢牢揸住，用極細嘅表演說服百位大眾評委，以斷層票數奪得影后。呢座獎係佢10幾年堅持同深耕嘅最佳證明，絕非公司包裝炒作嘅產物。網民感念呢屆百花影后係最孤獨嘅領，獎台上形單影隻，冇團隊護航，冇鋪天蓋地嘅宣傳。得獎之後嘅前路，所有風雨同光榮都要佢獨自承受。但呢份極致孤獨，亦能藏住動人嘅堅韌。佢唔係資本打造嘅一夜成名，唔係熱手對砌嘅虛火。一個普通香港女子由珠寶櫃台走到片場，捱過無數配角嘅磨練，熬過漫長冇人理會嘅日子，單憑熱愛同紮實演技，贏得影視界最高肯定。我哋無意否定 Twins 嘅努力，佢哋同樣捱過唔少苦，只係從起點開始，兩者嘅命運已經截然不同。Twins 一出道就企喺舞台中央，鮮花掌聲不斷；衛詩雅入行就企喺片場角落，等偶然彈落嘅微光。呢件事亦令我哋反思，娛樂公司應該點對待旗下藝人。商議賺錢無可厚非，但唯流量論嘅弊端越嚟越明顯。追捧快速變現嘅流量，忽視潛心深耕嘅實力派，長遠只會侵蝕行業根基，拖低整體水平。當踏實演戲嘅演員睇唔到出路，要轉行，要迎合流量，成個華語影視圈嘅表演水準只會不斷下滑。衛詩雅爆紅之後，優質影視項目主動敲門，佢成功接到同朱一龍合作嘅空窗，做女主角。呢啲珍貴嘅逆襲機會，係獎幣同實力為佢爭取翻嚟嘅曙光，而唔係公司一早鋪好嘅平坦大道。呢個就係娛樂圈最殘酷嘅現實。實力派嘅上位路異常管難，必須要有重磅獎項加持，先會被資本正視，被市場記。若獎項背書再叻嘅演技，喺資本報表面前都顯得早罷。網絡爭議從未平息，有人認為英皇嘅商業取態好正常，優先捧有錢賺嘅藝人係基本生存之道，亦有人指責英皇低待，實力派偏心流量，埋沒咗演員嘅才華。兩種講法各有道理。要生存，演員求公平，但一個常年磨練演技嘅人得唔到相應資源，始終令人惋惜。衛詩雅本人從未賣慘，保持低調從容。面對全網熱議嘅孤身離場，佢坦然地回應：行獎禮熟人唔多，提早離開唔係俾人孤立。即使登上影后寶座，佢依然溫和，唔控訴，唔申冤，唔發洩委屈。始終守住演員嘅初心同體面，隱隱而清醒，溫柔而有力，大眾心裏有把尺。大家睇得見佢18年嘅浮沉同堅持，睇得見同公司兩組藝人冰火兩重天嘅待遇。花阿趙喺鮮花掌聲同頂級資源中順風順水，衛詩雅喺片場角落熬盡青春，默默雕琢演技，直到42歲一座百花獎吧，終於令全國觀眾記住佢個名。樂圈從來唔缺靚樣，唔缺擅長製造話題嘅流量，真正缺嘅係潛心鑽研演技、敬畏每個角色嘅實力派。熱度轉眼即逝，搜尋榜一夜清零，唯獨沉澱落嚟嘅演技同實力
經得起時間考驗，永遠唔會俾人搶走。維斯雅用18年綠玉歲月證明，冇資本力捧一樣可以發光。即使長期做熒幕邊緣人，無人知無人想，只要堅守演員本分，認真對待每場戲，終會等到屬於自己嘅時刻。只係世人難免諗，如果早啲俾到佢匹配演技嘅資源，佢或者唔使等足18年，等到呢份靜中來遲嘅榮光。經理公司嘅逐利邏輯好難改變，流量至上嘅風氣亦難一下子逆轉。但觀眾始終記得，熒幕之上唔單止有頂流明星，仲有無數萎服嘅實力派。佢哋冇熱搜，冇通稿，冇資本撐腰，默默紮根呢個行業，用一個個活生生嘅角色撐起華語影視嘅半壁江山。百花獎已經落幕，維斯雅嘅逆襲故事仲未完。呢座得來不易嘅影后獎棒係對佢18年沉潛最好嘅答卷，亦希望行業能夠借此反思，撇開單一嘅流量標準，多關注嗰啲靜靜演戲、默默發光嘅實力派。優秀嘅演員唔應該等到攞獎之後先被世界溫柔對待。